双人初出的约会，已经连续失眠几落暝。应该如何打扮，甲你上界思陪，实在是真头痛的问题。假使恁若对阮讲出心肝内的话，应该回答也是头热热。当心也有遐多，时间念着过，要叫阮哪可愈会伤心？因为阮对你的心遐尼的重视，从来拢无怀疑。只要你疼惜着阮，表示你心内欢喜，海角甲天边，阮拢嘛介意陪伴你。假使恁若对阮讲出心肝内的话，应该回答也是头热热。当心也有遐多，时间念着过，要叫阮哪可愈会伤心？因为阮对你的心遐尼的重视，从来拢无怀疑。只要你疼惜着阮，表示你心内欢喜，海角甲天边，阮拢嘛介意陪伴你。从来拢